接下来看呢，是一站的争议无停过嘅风力发电。风力发电一直被欧洲，尤其是丹麦、西班牙看作重要的能源。丹麦还按算在2020年，全国一半的总电力要来自风力。不过，风力发电在台湾发展的得下。台湾西部沿海虽然风场资源丰富，不过风价格集中在寒天，热天无风，故所对热天降风用天无嘛天数。一种6体项的风力发电机组，在今年价位韩国本人高在，按多的争议也希望归难解决。刚讲台湾路唔适合风力发电下。其實喺海上離海岸20-30公里嘅離岸風場，路比沿海風場價格好，韓國車的開發。不過本錢太粗嘅，要價價格下冇馬上去投資。反對大風車。能源部門後，來自苗栗灣里嘅居民喺馬古上嘅抗議，廠商準備喺宜蘭路卡附近做大型風力發電機組。從安尼嘅抗議慢慢因出現，居民都接受風力發電機帶來嘅噪音會可以呢所唔好。不過喺台灣西海岸投資風力發電嘅廠商，想堅持宜蘭嘅風力發電機性能當好，唔會有噪音污染。同時，就算係風力發電機發展前後嘅德國，也冇強制規定風力發電機應該離人家一樣嘅。以德國來講，它並沒有規定風機跟民宅的距離，它把風機跟民宅的距離回歸到噪音管制辦法。噪音管制辦法裡面，就是說，你今天如果你的風機性能很好，你的聲音沒有很大聲，就離在我們家50公尺，你也可以幹。不過，新竹縣新豐鄉千百片嘅風力發電機，則因為離人家太遠呢，害附近嘅居民同艱苦。當時吼，規暝開落嚟電風，攏無在困，攏無在困啦，規個攏吼吼叫啊。那囡仔要安怎？啊，要安怎？啊，就較忍耐啊，要安怎？都無法度啊！這個上嚴重嘅啦，62K啦。有居民還用唔食東西嘅方式來抗爭，也咪係風力發電業者喺台灣清台嘅主力。業者認為台灣有安好的海順的風場，當值得來投資。我們的風資源真的非常好，特別是西部，啊，幾乎從台北桃園開始，一直到嘉義這邊沿海西部的地方，都是非常的好的風場。不過有學者認為，西海岸雖然風資源安多，寒天熱天沙陣差太大。台灣夏天沒風，所以你一些風車設一設之後，其實在夏天基本上是更沒有經濟效益。好了，台灣冬天是不缺電的。雖然風力發電價格喺唔強天的寒天，對業者來講沙無正差，因為無論生產一度天，依法台天如愛買。照台天的統計，台灣6到9月的月家庭熱天用電量比唔係熱天多嘅38%。一時節西海岸的風力沙稀少，根本無法度補足降風用電。故所學者認為，離岸風場相對穩定，用量因素，也就是當年實際生產的電力，同樣理論上清台車的比例，還係陸航風場嘅1.5倍，韓國車的開發。台灣的離岸風場的這個風場條件非常好，哦，像澎湖好，澎湖其實就在台灣海峽差不多中間了嘛，因為它幾乎都是滿載在那裡供電，它的 capacity factor 幾乎可以到50%。不過現陣離岸風力發電設施貴貴，廠商但是如今年來投資，本錢都冇按出風險過大嘅陸航風場。唔肯來開發離岸風場。我們以陸上為主，然後離岸也有在做準備，那是5 МW。那5 МW的話，它的成本會比我大概高多1倍左右，所以大概不止，因為它是5 МW的風機，所以它會更貴。對，大概4、5億吧。會有3個示範的案子哈，那在今年呢，我們也審核通過了，包括台電一個案子，民間2個案子哈。那我們會在2020
2015年以前会把这个示范机组设立起来。台湾又是风采多、天同多的国家，现时风力发电机本单的设计就无防风采抗天同的功能，故所离岸风场开发很过困难。台湾海峡又有台风，又有地震，你所设计的这种欧洲、丹麦啦、德国，他们所设计这种离岸的风车，你放到台湾海峡来，绝对是适应不良嘛。那所以呢，你还要发展新一代的机种。也因为安尼，学者认为中小型风力发电机可能是相对较好的选项。照台湾经济研究院的资料，英国、美国也等国家的中小型风力发电机数量如成长的国家，都是因为看到中小型风力发电机是得满足偏远地区家庭用电、路灯也等用电需求。是在七家土地变做用天用路，又是在屯4天接强下。风夫妇棍人才，遗珠家家棍影响，土壤用外成运风的采样度，两处从铁皮吊起来的风力发电机，在那国家，只会有风，也路卡的天火、垃圾药、砂轮机也等。电力都是得直接对风力发电机来供应，多出来的还是得用白电力囤起来，也路卡3股的天料路上的一股变的。你从爱俩厝人给风车来金砖，给人来堵田，好人来煮饭，人来抽水，刚爱爱做买东西，刚爱切铁，基本人来切，因为人来切铁。20多年来，陈云峰总是提子的方有涂有改，想出1000档智能各种型的风力发电机。也下20世纪的风力发电机，不单止不使用电脑，都是在自动调整风的来源，还是在判断风的态势来改变是风的角度。机风场还是用无起维式2万版是2万版，无维式就3万版，机在下面会坏的。你像千斤个机长个抬头个后退去，强版后退，因为机抬胎，所以讲机的反应还慢，而且机要全部用电脑去控制机。一般风力发电机只会风太大，希望马上动点来，但也被很耐唔好，如果断下。头摆陈云峰的风力发电机也是囤机料或一只太空。慢慢的，能对太资源得到想法，研究出大架的风力发电机，利用空口板的原理，好本300接收一天的风量。就按你高斯没可能，台风来去下望到的，还冇风来去随时反转来，机了按照生存的原理，按你来拿落来机器来用，你用慢一用，系嘛？所以要慢慢吃。不过，陈云峰的风力发电机，用来讲还是影响应改出来的，不单止改从转起来风切上亚太，爱商品化还有一团体力。不过市面上还有许多像安尼的中小型风力发电机。台中市一间传统业者20年前，如安尼2基小型风力发电机来供应传统有的为天火、电火用。最主要是省钱嘛，对啊，然后亮度还 OK 啦，只有电灯的电价应该减少20-30%有吧？对啊，这样很多了。像这种所谓小型的发电机的设计，最主要是给自己自给自足啦。那如果说你要用大型的这种风力发电机来使用家里面所有的电都能使用的话，我想一直花个上千万是跑不掉的。就算我那台如是太热的都市，风速唔太，还是发电的，都是因为一个150瓦的小型风力发电机，做风速到达到2公尺，如有好发电，比传统风力发电机要达到3-4公尺以上，能使得发电还更大。业者如按算，一般家庭只会按3基安尼个小型风力发电机，如拉家庭电火用。那我们的讲义是完全符合
最小的风力的受阻的能力去产生设计出来。那你角度越大的话，承受风面的力量它就会越大，转的速度只要轻风，它就可以开始来旋转，产生所谓的电源出来。像安尼嘅水平式的风力发电机，家家有特潮也得缺点。不过对天风机来讲，啥唔系乜嘅大问题。就算企业体如係風力發電機嘅負擔，也談無馬到風力發電機轉通嘅上。因為我們有一個特殊的設計啊，叫做破獎的設計。那這個破獎的地方，你只要這個地方再多出一個凸點，3個凸點之後，它在轉動的時候會把聲音給消除掉。這就是我們專利的部分。學者都認為，只會有市場，就會有韓國多人去研究發明，技術為韓國成熟，發展效率唔單止有機會提高來，製造成本還會過大。發明這種東西啊，是為了需求而去發明。那如果說你認為說沒有需求，你當然就不用去發明了。如果大家都裝的話，那自然而然這個廠商他就有利潤嘛，然後他就可以 cost down， 他就可以大幅降低他的生產成本，所以也許10年就可以回本。可是現在買的人非常非常少，它的 cost 很高。只會產量變多，價值自然會落下來。一般家用型風力發電機係使得10年內囤本錢輸轉來。如果有可能發展複檔控嘅發電機，喺台灣但是歸難接受大型風力發電機，看起來也歸難日益爭議嘅社會氣氛下，做嘛唔將就用嗰度心力來思考，用嚟嗰度人參加，滴水成河，兩面成路，來提高台灣能源嘅自主性。